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耶利米书第3章19节到25节，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中。这个党国主义也是帝国主义所强调的中心啦，吼，是一种愚妄的中，是伫迄个威胁的下面的一种的表态。这甲咱信仰伫讲的是完全无相同的。基督信仰强调中心，无毋对，但是却伫一个自由意志的下面的选择。虽然讲上帝互人自由意志的选择，但是上帝对人的要求甲特别的期待是非常清楚啦，就是爱人忠心无疑的敬拜、军队甲侍奉伊。因为十条诫上帝非常清楚讲到着，我是极度邪恶的上帝。先伫耶利米书第3章19节到29节，你讲到以色列人的情形。上主讲：我偌年爱恁来做家己的囝对待，将世界上好的土地赏赐互恁做产业。我想讲恁会叫我阿爸，袂阁越走毋听我。毋过以色列啊，恁竟然背叛我，亲像妇人背叛丈夫离开伊。上主安尼宣告：伊伫树错了了的山轮有听见声，是以色列人在吼，在祈求的声，因为伊行弯巧的路，甲上主因的上帝放袂记得。恁遮的背逆的囝儿啊，倒转来！我要医好恁背逆的病。恁讲阮伫遮，阮倒转来伫遮啦，因为你是上主，阮的上帝。伫小山闹热，甲大山吵闹的拜拜，拢无路用。只有上主，阮的上帝，才会当解救以色列。原对少年就得败的生命。害阮失去祖先劳苦得到的牛群、羊群、后生查某囝，阮承认家己的见笑，承担应该爱受的凌辱，因为阮对少年到今得罪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阮甲阮的祖先拢无听趁上主，阮的上帝的话。保罗用夫妻的忠诚关系来譬喻人甲上帝的关系。其实圣经真侪所在也拢安尼来描写。伫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节到第7节，保罗的教导提到安尼，关系恁遮的批内面所写的问题，查某人无亲近查某人较好。毋过为着避免淫乱的代志，逐个查甫人应该有家己的某，逐个查某人应该有家己的翁。查甫人对某应该尽做翁的义务，查某人对翁也应该尽做某的义务。无对家己的身躯对无权，毋过翁有。相反，翁对家己的身躯嘛无权，毋过无有。毋通忽略着对方的需要，若为着要专心祈祷，通同意暂时分开，总是以后阁着恢复正常的关系，才免得因为袂当控制家己，至到受撒旦诱惑。我讲通暂时分开是勉强同意，毋是命令。事实，我爱恁逐个拢亲像我，
毋过，逐个人对上帝领受无同款的恩赐，一个人一款，迄个人迄款。如果结婚了后，就必须爱对婚姻的关系来忠心。这毋是被强迫的，毋是勉强，是因为真爱愿意忠心的。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悬到诸天，你的信实到穹苍，你的公义亲像极悬的山。你的判断亲像深渊，上主啊，人甲精神你拢眷顾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哈尼宝贝，世间人拢来美伫你实果的保护下，因伫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席。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。对你的光愿看见光，愿你继续施乐慈爱，互捌你的人施乐公义，互心内正直的人。求主帮助阮来领受你的福分，来追求对上帝忠心的性命，会通来服侍伫教会。来服侍正人，来荣耀主的圣名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